你妈就是我初恋情人。啊？终于醒了，应该很渴哦。谢谢。如果昨天很如的话，不好意思啊。你真的超鲁。真的假的？对不起啦。不过呢，你喝醉是真的还蛮可爱的。哦，不要再讲了啦。我是开玩笑的，但是你把我手机摔坏是真的，我得拿去修。真的假的？对不起啦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赔你一只。没关系啊，我怎么可能叫你赔？哇，你有好多设计的书哦。哎，你跟我妈同一个高中哎。是啊。该不会也是同一届吧？怎么可能？哎，你出院前长怎样？关你什么事？看一下嘛。哎，真的是同一届，你看，这我妈。你确定是你妈？大家都说我们长得很像哎。杨珊珊。对啊，怎么了？你妈就是我初恋情人。啊？怎么会有那么巧的事啊？我以前就觉得你们很像，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们。不要再讲了啦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从这里开始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边左边肩膀往后，不小心。备案。在干嘛？对不起啊，这次我都跳多少次了？你一直忘动作，你脑子有洞？干嘛那么凶啊？备案可能只是累啦。理由也太多了吧？等一下表演的时候，你这样就死定了。先休息一下好了啦，等一下再练啦。没关系，我们继续跳好了。休息休息啊！烦死！干嘛啊？月经来哦？干嘛啊？宿醉那么严重哦？怎么啦？如果真的是宿醉就好了。发生什么事啊？该不会你跟蒋哥？不要提到他名字，我现在听到他名字是超不舒服的。啊？他这么弱？不是，我现在只要听到他就很反胃。还是他太强了？哎呦，你不要再乱说了啦！到底怎么了啦？快点快点，跟我讲。就快点啊！不要拖拖拉拉的。他跟我妈交往过。啊？他跟我妈交往过。我要吐了！真的假的？我才想要吐哎！所以你跟你妈是亲戚？我的头痛！哦，总算出来了。大叔哥，你确定你没事吗？没事啊，在里面有吃有喝，而且还有人陪。只是住这么多天，闷得有点不舒服，想要出去走一走。啊，对了，你待会儿有空吗？可以陪我一起走一走吗？好啊，那你想去哪里？我想去，哎，我记得在美术馆有一个印象派的法国画家画展，你要一起去吗？画展？你确定？还是
我带你去别的地方。啊？走啦，走。好怀念哦！高中的时候啊，每一次周末下课，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来这里游乐场。你喜欢来这里啊？哇，可能是我年纪比较大一点，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不太适合我，怎么会？因为我觉得好吵，我们还是别进去了吧。不会啊，走啦。真的很吵，走我啦。看看我真的，不会啦。只有这样被你拖着好看吗？快点！哎呀，快一点啦！快，大叔哥，快点！快点！我想再玩一次，可以吗？好啊。好啊，那我是代币哦，可以哈。啊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昨天请你准备一段喜欢的剧本台词了，香港片的，你也准备好了吗？也有，我准备了。哪一部啊？甜蜜蜜。好了，那我们开始好不好？好来了，錄影了，錄影了，嚟錄相啊！嚟我四三二。點解會咁啫？我都唔知田野會發生咩事。我好驚，我好亂，我唔知點啊！如果小田有一日寫咗你個狼仔，好似你同我成日都會見面，我係自己哋嘅好朋友，你會點諗？李小官同志，我嚟香港嘅目的唔係你嚟香港嘅目的都唔係我啊！不好意思，我这样子可以吗？你来这边干嘛啦？你可不可以听我解释？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说你跟我妈没怎样，你要我怎么相信啊？我发誓，我跟你妈真的只是纯纯的爱人，我们什么都没做，我们连接吻都没有啊！真的没有办法，那是我妈哎。我真的发誓，我跟你妈什么都没做。我妈都不在了，你要怎么证明？既然没有办法证明，你要我怎么想？我们是不可能的。而且我现在心真的很乱。你告诉我，如果是你，你能接受这种事吗？我真的发誓，我没。你在发什么山盟海誓啊？贝安，你不是要跟我去买东西吗？走了，我们去买东西。蒋哥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先走哦。笑什么？你看你这张。哇，你什么时候拍的？你删掉，你把它删掉。不要啊！还有，你拍太多，你把它删。啊！不要！你把它删掉好不好？不要！你把它删掉了，拜托你我。